馬太福音說什麼？第7章，進入天國的路。耶穌說：你們不要論斷人，免得你們被論斷。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才能看得清楚。你們要進窄門，因為引到滅亡，那門是寬的，路是大的，進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門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少。你們要防備假先知，憑着他們的果子，就可以認出他們來。好樹結好果子，壞樹結壞果子。凡聽見我這話又去行的，好比一個聰明人，把房子蓋在磐石上。凡聽見我的話卻不遵行的，就像愚蠢人，把房子蓋在沙土上。